大家好，你而家收看嘅係富基金融集團網上投資交易系列教學視頻。本視頻意在幫助我哋嘅客戶對網上投資交易有更好嘅了解。喺今日呢一節課入邊，我哋將會同大家討論一下期貨合約呢個話題。期貨市場嘅主要目的係對沖價格風險。對沖為消費者同埋唔同產品嘅生產者都帶嚟好大嘅好處。基於呢個理解，我哋應該睇到對沖價格風險喺1對1私下交易嘅基礎上面所帶嚟嘅壞處。佢哋主要係結算風險、冇中央市場同埋缺乏標準化。我哋先睇下結算風險。當呢個交易喺私下嘅基礎上面完成之後，就好似我哋之前嗰個例子所提到一樣，交易中嘅任意一方都唔能夠保證另一方可以兌現預期嘅交易承諾。呢個必然係其中存在嘅一個問題。尤其好似呢個例子咁，你喺距離交割日一段好長嘅時間之前達成協議，假若以4.75元呢個價格嚟交易玉米，喺到咗真正交割嘅時候，最終嘅價格可能同4.75有好大嘅差異。第二個壞處就係冇中央市場，令到對於買家同埋賣家嚟講都缺乏價格嘅透明度。如果佢哋喺類似嘅交易入邊知道咗價格，咁交易雙方就可以確定佢哋可以得到一個公平嘅價格。如果所有呢啲類型嘅交易都喺中央交易所入邊進行，交易者唔單止因為得到一個公平嘅交易價格而感到方便之外，同時佢亦都可以同更多嘅人進行交易。呢個就係我哋將會講到嘅流動性。最後一個壞處係缺乏標準化。完全根據兩個參與者嘅需要嚟制定交易有佢嘅優點，但同時亦都有把雙刃劍。因為如果將兩個有住同樣需求嘅人聯繫喺一齊嘅時候，可以話係缺乏效率嘅。其次，就好似我哋第一章所講咁，如果其中任何一位交易者希望喺交割日之前退出交易，佢哋就需要揾到一個同佢哋正好有住相同交易條件嘅人嚟替補佢哋嘅位置。所以我哋而家明白咗呢啲壞處嘅問題所在。當我哋有一啲了解之後，我哋就可以更加容易咁睇到期貨合約係點樣做到標準化嘅，同時亦都更加清楚明白擁有一個可以執行所有合約嘅中央交易市場係可以為所有類似嘅問題提出一個更好嘅解決方案。而家等我哋從結算風險、中央市場同埋標準化3個方面嚟睇下期貨合約同埋期貨交易係點樣做到㗎啦。首先睇下結算風險。期貨交易最重要嘅作用係消除結算風險，以及交易中有人唔履行合約嘅風險。佢哋就係透過清算所呢個地方嚟消除結算風險。呢個亦都係所有交易嘅最終交易對手。咁意味住，當我喺賣方手中買入一份期貨合約之後，我哋係唔會直接同交易對手私下咁去互相交易，而係通過清算所嚟進行交易。從結算風險嘅角度嚟睇，令到期貨交易更加有效率，因為我唔需要擔心每次落單之後同我交易嘅人係邊個，我只係需要擔心 AAA 級金融結構嘅清算所就得啦。清算所嘅職能係確定所有嘅交易可以順利完成，咁亦都係解釋咗點解交易者應該保證喺佢哋每次交易嘅時候，佢哋嘅交易賬戶必須要有一定數目嘅資金。我哋將會喺其他課程繼續討論呢一個話題。而家繼續睇嘅係中央市場。通過一個中央交易市場嚟進行交易，唔單止可以俾每個交易者睇到類似交易活動中嘅價格，同時仲可以調和另一級別嘅競爭。因為交易場所嘅集中性，通常會有好多人願意喺同一個時間入邊喺嗰度進行買賣活動，從而降低咗成本，令到市場比以前嚟講更加有效率。最後要睇嘅係標準化。喺我哋以前課程入邊所討論過嘅遠期合約、期貨合約，指嘅係喺未來某一個特定嘅時間，以某一個特定嘅價格買入或者賣出某種特定商品或者金融工具。
期貨合約嘅獨特之處在於期貨交易入邊，除咗價格以外，任何東西都係100% 標準化嘅。對於你所交易嘅商品或者金融工具嚟講，每一份期貨合約都明確咁規定咗交易商品或者金融工具嘅交易數量、質量、交割日期同埋交割地點。期貨合約嘅標準化簡化咗期貨交易過程中嘅對沖同埋投機過程，從而更加有效率。喺期貨市場入邊，對沖者唔需要揾一個同佢哋有住相反需求嘅交易者嚟進行交易，相反，佢哋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去交易一份甚至多份嘅標準化期貨合約。期貨合約除咗令到對沖嘅過程更加有效之外，佢標準化嘅過程亦都令交易者喺期貨市場入邊嘅投機活動更加直接。相對喺冇標準化嘅情況下，投機者需要單獨分析每一筆交易嘅情況，佢哋只係需要分析佢哋想要交易嘅期貨合約就可以啦。對於農產品嚟講，而家非常流行將投資者聚集到一個中央期貨交易場所去交易標準嘅農產品期貨合約。除咗農業品之外，佢而家已經擴展到其他嘅市場，包括利率、股指、貴重金屬、能源等金融工具。呢個話題將會喺接下嚟嘅課程重點討論。以上就係我哋今日嘅課程。如果你對我哋嘅視頻有任何嘅意見或者問題，歡迎大家留言俾我哋。我哋嘅郵箱地址係 info@ifgtrade.com。你亦都喺我哋嘅主頁 www.ifgtrade.com 瀏覽更多有關於網上投資交易嘅教學視頻。我哋下一節課再見啦！